各位聰明豆豆嘅會員大家好，又嚟到咧每周短片嘅時間啦。我哋即刻睇睇啦，喺過去一個星期，美國啦同埋中國啦，究竟有啲乜嘢嘅重要嘅經濟數據咧，同埋有啲乜嘢嘅事情發生，可能咧對個股市咧後續都會有啲影響嘅。嗱首先咧睇翻咧就美國方面啦，美國方面就特朗普咧提前暗示下一屆聯儲局主席嘅人選啦，心腹啦以及咧就係鴿派嘅人選啦，哈塞特啦，好大機會咧就會係被任命，甚至就係連一個聯儲局主席嘅一個嘅會面啦，個 interview 咧，其實咧都係因為咁樣而係提前取消埋㗎。可想而知就話即係特朗普咧，其實咧都係幾心儀呢一位嘅哈塞特，亦都覺得咧，即係哈塞特咧有機會咧就係執行到佢想聯儲局做嘅咩任務咧，就係減息嘅任務。隨住呢啲消息出台之後咧，其實咧都令到咧就係市場咧預期啦，美國利率嗰個下行嘅趨勢咧喺明年咧將會加快。見到即係股市方面亦都即刻有個反應啦，表現上面係相對比較強勢啦，預期個利率係有機會係進一步下行。另一方面嚟講咧，睇翻咧俄烏啦談判方面嚟講咧，就未有太大嘅進展。之前咧特朗普咧就曾經講到咧，就覺得即係短期之內咧有機會咧就係達成呢一個嘅停戰協議。但係咧，新近見到咧，即係呢一個嘅俄羅斯講到咧，就話而家即係攞出嚟嗰個嘅和平方案咧，就未係符合佢哋嘅預期嘅。如果話即係繼續都係呢一個嘅方案咧，咁佢覺得就好大機會咧，就係傾唔成。咁相關嘅一啲言論咧，亦都令到咧就係國際油價咧有比較大嘅波動。先前咧就係即係國際油價先回落，因為覺得即係嗰個達成和議嘅機會都比較大。後續咧見到咧就係即係俄羅斯有個即係比較強硬嘅一個講法啦，見到國際油價咧都係隨即反彈嘅。至於即係美國方面嘅一啲嘅經濟情況啦，美國喺感恩節假期間零售銷售嘅增幅啦，按年計咧，根據即係Adobe 嘅Adobe Analytics 嘅一個嘅數據啦，講咧就係大概係增加係9%左右啦。但係咧當中咧其實亦都涉及到咧就係物價上升嘅因素，變咗整體你話即係今年嗰個嘅感恩節假期個銷售，如果即係對比起上年嚟講，都有增長，但係咧似乎個增長咧就未必話真係去到9%啦，因為即係撇除翻通脹，大概可能都有大概3到4%左右嘅影響啦。實際上面嗰個銷售嘅增幅咧都係大概9%。另外都有報道話咧，個增幅係亦都源自咧就係有唔少嘅人咧就係即係買入一啲咧可能係大型嘅家電啊咁樣啦，就係 for 即係來年去使用嘅因為即係個通脹嘅上升，令到咧多咗人咧就係喺呢個 Black Friday 嘅時候咧就買一啲比較大件嘅額度比較高嘅一啲物件啦，就以求係攞一個比較高嘅折價。所以呢一個數據咧出咗之後咧，其實咧就見到咧即係唔係話對即係美股有太大嘅刺激作用，都係比較中性少少嘅一個嘅數據。見到就係美國嗰個消費冇話有大幅放緩嘅情況，但係同時嚟講咧，即係如果你話睇翻細節咧，其實都見到咧消費者咧係有一啲比較謹慎嘅購物行為啦。至於即係另一方面就話再睇埋即係PMI 方面嘅數據啦，美國嘅製造業 PMI 嘅表現咧，其實咧就疲弱㗎，按月咧繼續有跌幅啦。亦都咧未見到咧，就係先前特朗普所講話，即係實行關稅之後，好多嘅廠要搬翻嚟美國啦，或者即係唔同個國家要嚟美國投資啦，而造成到話美國嗰個製造業係突然間好蓬勃或者個需求好旺盛，暫時都未見到呢個情況啦。究竟係因為即係好多廠其實都未係真係興建好啊，定係其實即係個政策同即係實際上面嘅情況有差異咧？咁我呢個市場都會繼續睇，咁但係眼下所見，其實就即係美國嘅製造業並沒有話喺過去嘅幾個月有太明顯嘅改善嘅跡象嘅。至於中國方面啦，中國方面咧，其實咧睇翻咧，近期出嘅經濟數據啦，宏觀嘅經濟數據啦，其實都係比較疲弱㗎。譬如話，即係內地官方 PMI 嘅數據咧，就係遜預期啦。無論製造業或者非製造業嘅 PMI 啦，其實咧同時都係跌穿咗50嘅榮枯分界線嘅。亦都可以反映到就話嗰個經濟景氣程度啦，喺年末嘅時候咧，似乎係進一步向下啦。另外就即係啱啱今日亦都公布埋嘅，就係非官方嘅財新呢一個嘅製造業同埋即係非製造業嘅指數啦。
製造業嘅指數咧，其實咧就係信譽期兼跌穿咗50嘅，咁啊連續之前幾個月都係叫佢險守住50啦，但係咧就今個月咧就終於跌穿埋50啦。而非製造業指數咧就相對叫做好啲，咁啊同市場預期一致啦。咁不過咧就按月嚟講咧都係要跌嘅。嗱，整體你睇翻無論官方又好，即係非官方嘅呢一個嘅 PMI 數據都好啦，都睇到咧，似乎咧即係內地個經濟咧都唔係話真係太好啊，都係一個即係比較偏弱嘅情況。咁再睇埋一啲即係大家比較關注，譬如話即係內地嗰個嘅房地產市場啦，咁啊。啱恰恰咧就係即係內地房產數據提供商咧，就突然間咧停發咗11月嘅即係頭100大啦，房企每月個銷售總額嘅。咁喺萬科又亦都係有個違約嘅可能性情況底下咧，就增添咗市場不明朗嘅氣氛。大家就會擔心話係咪即係啱啱呢個月嗰個嘅內地即係百大嗰個房企嘅銷售情況好慘淡，所以就去到官方要叫停，唔再公布呢個銷售額度，以免嗰個樓市繼續捲入一個即係下行嘅一個螺旋嘅情況底下嘅情況咧，會唔會係咁樣咧？咁其實就即係再睇埋啦，我哋睇埋第四點先一併去講啦，就係上個禮拜其實都提過咧，就係6個部委咧就係共同發布嘅，咁啊就係即係關於增強消費品供需適配性，進一步促進消費的實施方案。嗱，咁啊呢個係一個即係小嘅一個嘅方案啦，咁啊聚焦翻喺唔同嘅行業，做出一個提振嘅措施。嗱，其實咧你睇翻咧就係由第一二點去話到俾大家聽，似乎中國嗰個嘅經濟情況咧都仲係比較疲弱啦。去到第三點就係實際嘅數據似乎即係內地嗰個房地產市場咧都仲係復甦力度係有限啊，甚至可能即係喺年尾嘅時候反而都仲有少少壓力添。咁所以隨之而嚟其實係咩咧？隨之而嚟咧，你見到咧即係內地咧越嚟越大機會咧，就係可能係要出更多嘅政策啦，去刺激翻個經濟。因為當嗰啲經濟數據唔係話特別差嘅話咧，咁你見到咧，即係內地都未必話即係好大力去推行一啲即係行政主導式嘅刺激經濟政策嘅。咁但係隨住即係見到即係嗰個經濟數據似乎喺年末裏邊係進一步即係有個回落嘅情況啦、轉弱嘅情況啦，以及咧就係話即係官方都非常之關注嘅，就係內地房地產市場似乎個需求咧都仲係比較低迷，而且咧都係似乎係有少少向下行嘅形態啦。咁所以後續會唔會話喺年尾或者即係1月一開年嘅時候，已經係有機會有多啲即係大手少少嘅一啲嘅刺激經濟政策啦，我諗而家係即係後續大家可能會比較關注噶啦，啊咁啊，所以個總結就係即係美國咧，消費咧就係仍然都係偏強嘅，啊消費仍然都係強嘅，咁啊減息預期就持續啦。咁內地方面咧就係即係經濟數據其實疲軟咗噶啦，咁啊究竟即係嗰個即係會唔會話即係需要一個政策去刺激咧？即係可能或者嗰個即係嗰個期待啊，對政策嗰個期待嘅時候，其實會逐步增加啦。咁我哋再睇埋咧，就係話即係港股方面嗰個情況啦。其實咧，踏入咗呢一個嘅11月以後啦，咁啊即係港股嗰個表現咧，其實都開始係麻麻地。咁啊11月中旬以後啦，大家見到咧就係即係港股就係有啲雙頂嘅情況，然之後就下行，近期叫做出現翻反彈。不過咧反彈嘅同時咧，其實咧港股嘅成交咧係每況愈下啊。咁啊，即係見到嗰個反彈動力，因為個成交低啦，所以個反彈動力咧，其實就冇之前嗰幾次咧咁大啦。咁啊，成交其實近期都係即係落翻去挨近翻2000億啦，去到今日嘅話就進一步下跌。啊，特別就係今日其實係唔係話即係有任何嘅美股假期啦，但係咧港股嘅成交咧都係得翻大概係1600億左右嘅啫。咁啊好大機會即係話一個即係假期嘅氣氛啦，以及咧就我諗去到呢個水平，其實就冇新嘅刺激嘅因素入場，同埋即係內地 A 股市場咧，其實都近排咧就係相對走弱咗啦。咁啊所以咧都影響到咧就恒指近期嘅表現。咁啊技術上面就即係再度試翻個100天線啦。咁可能就照睇下即係最終係咪可以企得穩呢個100天線先啦。咁如果你話即係宏觀嗰個資金面咧，其實就唔係話真係咁緊嘅啫。你見到咧嗰個美匯指數咧，仍然都係維持一個比較弱嘅水平。咁啊唔係話大跌啦，但係咧比起近期嘅高位100
呢個水平咧，其實咧都已經係即係由高位咧就係回落翻㗎啦。咁啊呢個都反映翻就係話如果譬如話有時你會見到啲新興市場嗰個嘅資金，如果可能持續走咧，就往往係因為即係美匯指數係呈偏強嘅一個數據會見到啦。咁但係當美匯指數比較弱嘅話咧，其實亦都唔係話太多嘅資金喺新興市場或者即係港股裏邊流出。但係我諗最重要嘅問題就係、資金入嚟其實都要有一定嘅原因去買上啦。咁會唔會話即係去到即係10月底嘅時候，可能會有一啲嘅資金再配置咧？我哋咧就稍後要再睇咯。咁啊，但係就即係喺現階段嚟講，你見到咧就係個資金面唔係話見到有大量嘅資金離場，但係同樣地啦嚇，港股咧你見到呢個成交咧都係比較低迷啦。咁亦都咧反映翻咧就係唔同樣唔係話即係咁多資金喺呢水平去做部署啦，令到個大市咧喺12月呢個傳統嘅淡嘅月份裏邊咧，就個波幅咧係窄之餘啦，亦都咧就似乎有即係段段可能即係試翻低位嘅一個嘅情況。咁啊，而家就繼續睇翻就話100天線呢個水平啦，可唔可以即係帶嚟呢一個即係短期嘅一個支撐嘅效果出嚟啦？咁其實近期嗰個嘅即係港股可能轉弱或者新興市場轉弱啦，咁市場其實另外都有揾一個原因，就係因為即係日元嘅一啲拆倉嘅活動啦。因為即係日本嗰個10年國債嘅孳息啦，仍然都升，咁升到去即係比較高嘅幅度咧，咁啊有機會咧就開始咧就係有啲即係資金可能就會即係買翻啲日元，咁令到即係日元嗰個嘅幣價升高咧，就可能會有啲 carry trade 咧係需要去拆倉嗰啲倉。咁啊，呢個拆倉咧可能會影響到咧，就係一啲高風險資產嗰個嘅價格嘅表現嘅。不過你話係咪即係呢一段時間嗰個拆倉活動非常之明顯咧？你可以從即係日元嗰個匯價日元對美元個匯價裏邊可以睇到嘅。咁啊，即係由大概即係158、159呢水平啦，最低就落到去大概即係154幾嘅啫，又唔算話一個即係好大嘅一個跌幅咯。同埋即係落翻154幾之後咧，其實咧嗰個跌幅咧亦都係收窄翻，即係升幅收窄翻sorry，呢個日元係升幅收窄翻，因為即係我哋所講嗰個 carry trade 或者 risk on 嘅情況，就係當日元嘅疲弱，代表咧大家會借日元去買其他高風險資產，但係當個日元強嘅話，啲資金咧可能要趕翻嚟還翻啲日元先，就會令到咧嗰個風險資產咧個價格咧就會下跌啊！即係整體個拆裝嗰個情況個操作咧，就係應該係咁樣嘅方向嘅。咁但係就即係你話係咪因為近期嗰個拆倉令到即係恆指個走勢係比較弱咧？咁其實我諗全球嘅股市都會面對到日元拆倉呢個問題啊，唯獨我諗即係中國股市相對比較弱嘅話，可能始終都係近年尾啦，同埋即係內地反而係話即係近期出嗰啲經濟數據普遍都麻麻地嘅。咁一日未見到話有新嘅政策入場嘅話咧，大家咧對中國股市咧喺年尾嘅時間咧，都似乎係睇得比較審慎一啲咯。好啦，咁跟住咧，我哋睇睇咧，就係話即係外圍市場啱啱喺過去即係呢個禮拜方面嗰個表現先。嗱，美股咧喺感恩節假期咧就係回勇嘅，感恩節假期後亦都係即係表現算係幾好啦。咁啊，市場咧嘅信心咧就由憂慮 AI 係泡沫啦，去到咧就慢慢恢復翻個信心，就未係去到話即係太過悲觀、太過極端啦。咁而且咧亦都有資金咧流入咧估值較低嘅一啲非 AI 類嘅股份嘅。因為你睇翻整體嚟講咧，AI 類嘅股份固然之喺美國係炒得非常之熱烈啦，但係實際上邊你話即係揾翻一啲可能係做傳統嘅即係一啲嘅生意嘅公司咧，其實咧反而佢哋年內咧個股價咧係跌咗唔少㗎嚇，尤其是一啲嘅消費股啦，佢哋喺高位係跌咗唔少。咁其實個盈利上邊又唔係話真係跌咗好多嘅啫，可能都係平穩啊，或者即係冇市場預期咁好。咁但係因為佢哋嘅股價亦都跌咗唔少咧，反而咧去到年末嘅時候咧，就吸引翻咧有啲資金去入場。咁所以整體美股咧，你可以話即係AI 或者科技股似乎穩定翻落嚟，就算未有衝新高咧，都可以靠住一啲即係傳統嘅舊經濟類型嘅股份啦。呢一段嘅反彈咧，就令到個指數咧係可以上翻高啲嘅位咯。內地 A 股市場咧，相對嚟講咧就比較弱啦。咁啊，上證綜合指數咧失守咗3900點啦，咁亦都係即係科創板方面咧，近期其實都係即係仲行住一個一浪低過一浪嘅行情啊，變咗即係科技股未必升得到，亦都即係睇翻即係上證綜合指數回落嘅話，其實亦都同時影響到中特股方面嘅表現啦。
國際油價咁啊，即係喺俄烏同埋委內瑞拉嗰個局勢嘅底下咧，就表現比較反覆嘅啊。因為如果話即係俄羅斯同烏克蘭反台，跟住然之後委內瑞拉又可能同美國有一啲嘅小型嘅戰爭出現咗嘅話咧，可能對油價個即係嗰個嘅表現就會個正面嘅刺激作用會比較大。咁但係如果話呢啲事情都冇發生咧，其實暫時大家都仲係關注緊嗰個油供應會唔會過多呢一個嘅問題咯。好啦，咁啊國際金價咧就係即係突破咗4200蚊美金呢個位啦，咁啊一度係即係企穩樓上。不過暫時咧其實都係4200蚊啲美金啲水平咧，就上落爭持嘅啫，就未見到話即係有一個明確急升啊，或者即係大幅調整嘅方向住。暫時都會係即係橫行為主先啦，因為即係近年尾咁，同埋即係亦都見到其實個金價個波幅開始收窄翻，反映翻咧都係即係大家買定離場之後咧，其實再嗰個金價咧再喺高位上面震盪啦。至於虛擬貨幣嗰個嘅價格咧，喺過去一個禮拜咧就非常之波動，係先急跌咧，跟住咧就後急彈嘅。嗱，市場咧就話即係呢啲虛擬貨幣嘅之前嘅沽盤啦，可能同即係日元嘅拆倉係有關係，因為時間上面都比較吻合。嗱，我只可以話咧，其實咧就係即係呢一個嘅虛擬貨幣咧，本身咧接觸大量嘅槓桿啦。咁如果話真係啲資金可能係要攞翻啲錢先啊，即係去補倉或者即係可能譬如話即係日元佢哋想還咗日元先，但係驚日元再夾上去啦咁樣。咁其實就會令到即係可能即係短線嚟講嗰個虛擬貨幣嗰個價格咧，已經係會比較波動㗎啦。咁以往我哋可能睇就話虛擬貨幣個升跌就等同於即係大家 risk on 定係 risk off 啦。咁但係我諗而家要睇多少少就係虛擬貨幣，因為本身其實佢自己都係一個即係非常之高槓桿嘅產品。咁近日嘅波幅比較大咧，咁其實亦都即係可以睇即係當中嘅原因，其實亦都係涉及到即係可能即係好多係槓桿係日內被平倉啊，或者當平倉完之後嘅話，其實嗰個嘅虛擬貨幣嘅價格有反彈啊咁樣。咁所以就未必話完全同股市嗰個走勢會係有即係好同步或者好大嘅啟示性咯。啊，咁啊呢啲點我諗大家都要留意翻啦。咁啊即係以往大家覺得即係話虛擬貨幣升個股市就升，虛擬貨幣跌個股市就跌啦。咁但係去到呢一個年尾嘅時候嘅話咧，咁可能大家考慮嘅嘢多啲咧，就未必話一定係同步嘅嗰個走勢。咁啊即係日後大家即係就要注意翻呢一個問題啦。好啦，咁啊跟住咧睇埋翻即係美股方面嗰個情況啦。標普500指數咧，其實咧相對於納斯達克100指數咧，係相對比較強嘅。嗱，個原因咧就係咧標普500指數入邊咧都有幾多係非科技類嘅股份。咁近日咧其實資金咧就係一路咧就係慢慢即係由科技類嘅股份咧，其實咧就去買翻一啲非科技類一啲比較傳統少少嘅一啲股份。主因就係你話呢啲股份其實佢哋嗰個嘅即係估值上面仍然都係比較低嘅水平啦。咁啊，所以如果話即係有啲即係長線嘅資金，可能佢哋想係即係買翻個標普500指數嘅話，佢哋都可能係即係未必話將子彈擺晒落去 M7嗰度啦。開始咧就揀翻一啲即係走勢相對比較弱少少，但係對佢哋嚟講覺得即係嗰個嘅股價上面都有吸引力嘅一啲股份。咁因為咁樣，所以標普500指數你見到咧，今次嗰個反彈咧就相對比較強勢少少，係可以逼近翻去即係十月底嗰個高位添嘅。咁納斯達克100指數啦，我頭先講過就係即係科技股似乎就相對比較弱。呢幾日個反彈啦，咁啊即係納斯達克100指數就反彈翻上去大概即係呢一個嘅25,550點左右呢個位，亦都係先前嘅一個即係大概嘅一個嘅交易密集區啦。咁其實你話即係短期嗰個情況又點樣咧？嗱，咁啊如果技術走勢上邊咧，你可以睇到咧，佢就出現咗一個 V 型嘅走勢。不過咧 V 型嘅走勢咧，一般咧你話去到嗰個頸線，即係 V 型呢一個頸線位咧，其實個反覆程度咧就會比較增加㗎啦。啊，因為即係呢一次試過嗰個即係曾經係想上翻去高少少水平。跟住然之後就突然間即係有個比較大幅度嘅調整啦。咁短期內又上翻去呢一個嘅阻力位咧，除非有非常之利好嘅消息，令到即係好多股份係全線升，令到個指數有得突破啦。否則嚟講咧，喺現水平亦都咧開始咧可能會見到咧美股咧係會有比較大嘅阻力係開始逐步有機會出現。
好啦，咁啊，跟住我哋睇埋就商品市場啦，黃金嘅價格咧，同埋即係一眾嘅貴金屬嘅價格咧，繼續咧就係緩緩咁上升，咁啊未有再進一步突破啦。雖然你話睇翻即係金價其實同即係11月中嗰個嘅高位其實都係即係相當之接近㗎啦。咁啊不過就即係未見到話翻去即係10月份嗰個嘅高位啦。咁究竟會唔會突破咧？嗱，如果你話見到即係金價其實可能4200、4300嗰年尾一路慢慢再上去咧，其實咧呢一個即係嗰個相關嘅股份啊，或者即係就算睇翻你話即係黃金呢一個價格咧，其實咧我覺得咧進一步有個相對比較強勢嘅機會都仲係比較大嘅，因為即係我諗今年咧。其實咧多咗人講一個即係將黃金作為資產配置嘅一部分呢樣嘢，咁亦都開始因為即係舊年嗰個金價咧係比較強啦，以及咧如果你話睇翻另一個因素就係、假若係特朗普喺最高法院嗰個個案當中被判輸掉呢一個嘅即係關稅嗰個嘅施行嘅方式嗰、個施行權不在即係特朗普個行政命令嗰度，而喺即係議會嗰度嘅話咧。咁其實就你可以預期到就係話嗰個黃金可能喺嗰段時間咧會進一步咧係會被追捧啦，因為即係美債會變得嗰個不確定性再加大咧，咁好多央行就需要咧就係可能持續去買就進黃金，而唔係美債咯。好啦，咁啊，跟住我哋睇埋即係國際油價啦。國際油價咧，因為即係俄烏究竟係咪可以達成協議咧？彈出彈入嘅情況咧，咁啊令到咧就係即係國際油價咧，佢其實都係窄幅得嚟啦，都波動嘅嚇。咁啊，即係往往即係成日都有可能即係大概2% 左右嗰個嘅變幅。咁呢個就係即係市場嘅預期啦。即係譬如話究竟俄烏係咪傾得成啦？又或者咧就係話呢一個嘅委內瑞拉同埋美國嘅情況究竟會唔會係突然間變差啦？呢啲咧真係要睇下即係市場去點樣睇究竟即係呢一個即係國際油價即係後續係會受到即係利好嘅消息影響多啲啊，定係即係利淡嘅消息影響多啲？但整體嚟講咧，國際油價咧似乎咧就喺即係特朗普係一直要求，尤其係加大嗰個嘅開採力度，以及咧就係同沙特嘅聯盟，令到沙特咧就係即係促使其他油組國去增產啦。咁令到整體嘅國際油價咧，其實咧就亦都比較難去上翻啲嘅高位啦，同埋即係可能最近幾次你會見到個國際油價可能上翻60蚊樓上，好快已經係即係回落翻去60蚊樓下啦。好，咁啊，跟住咧，我哋睇埋即係美股方面嗰個情況，同埋有啲即係咩特別嘅要點先。嗱，美股咧其實咧就係即係今個禮拜咧其實就回升嘅，因為即係咁樣因接個銷售嘅情況亦都算係唔錯啦。咁啊市場咧就開始喺上個禮拜有兩個主題，咁啊第一就係話即係 OpenAI 會輸啦，第二個主題就係 NVIDIA 會受到即係 Google 嘅 TPU 嘅影響，個 market share 會少咗，個市佔率會少咗。咁呢啲都係即係相對比較負面少少嘅諗法啦。今個禮拜咧開始大家又覺得咧，其實就即係人工智能模型嘅話，都好大機會係你追我逐噶啦。咁啊，就算即係話 Google 今次出嗰個 Gemini 係比較優秀，咁但係唔排除其實其他啲公司日後亦都有機會會追到。咁所以咧，你見到呢啲資金咧就入場慢慢開始買翻啦即係 OpenAI 相關嘅一啲嘅公司啦。你見到即係微軟可能個股價叫做近期喺低位裏邊有一定嘅幅度嘅反彈啦。咁另外咧就係即係NVIDIA 啦，亦都見到咧個股價咧就係由170蚊左右啲水平啦，就上翻去180蚊左右啲水位噶啦。咁大家就誒，暫時可能會即係比較傾向認為啦，其實就即係 GPU 同埋 TPU 係並行嘅GPU 仍然可以透過係即係NVIDIA 佢哋係去一路去呢一個即係開拓新嗰個應用嘅場景，所以咧個銷售上面未必話會即係有太大嘅問題就算你話即係毛利第日略為有啲壓力嘅話，都可以透過更多嘅需求咧，就可以拉動到嗰個嘅股價嘅表現拉動到個業務方面嘅表現。市場講講而家即係其實佢哋嗰個嘅諗法係乜嘢啦？就覺得即係話唔同嘅 AI 模型咧，仍然都會競爭，咁但係咧而家去奪勝負咧，似乎就即係過早咗少少。咁
NVIDIA 咧亦都咧就積極開拓 GPU 嘅商業嘅應用啦。咁佢新近即係買新思科技嘅話，亦都係多少係出於話即係點樣可以加快佢嘅 GPU 被廣泛嘅商業嘅機構去採用係亦都有啲關係啦。咁喺大現在嚟講，其實你見到咧就係話，即係之前可能炒作係GPU 係會對比 TPU 係大幅度即係令到佢流失好多市場嗰個睇法咧，其實就最終其實都見唔到係咁嘅情況。只不過你見到咧就係個趨勢上邊啦，唔同嘅雲企的確係希望咧就係加大力度發展自己嗰個嘅 TPU 嘅芯片。咁呢啲 TPU 咧，因為即係喺佢哋嗰個公司裏邊嘅話，係會更加了解其實佢哋需要個模型係最後達成啲咩效果。咁所以咧，佢哋可以比較有效地去調整佢哋嘅 TPU，去即係作為佢哋自己人工智能系統裏邊嘅一個運算嘅一個嘅芯片啦，或者一個運算嘅方案。咁所以咧，你會見到咧，就係、其實就即係各間雲企啊，或者各間科技嗰個股價啦，NVIDIA 就有啲反彈啦，因為覺得即係唔係話完全冇 CPU 嘅芯資。如果話即係人工智能呢樣嘢可以做到家家戶戶都好想用嘅話，咁GPU 方面嘅需求可能唔係淨係嚟自 B to B 啦，咁可以即係嚟自即係更廣泛嘅一個嘅銷售嘅，又會有更廣泛嘅一個銷售基礎添啦。咁所以你見到就即係可能即係呢個就總括咗我頭先所講，就係即係啱啱呢個禮拜美股點解會有一個嘅比較大規模嘅反彈啦。咁其實美股嘅反彈咧，亦都見到咧，同時咧就係即係之前可能比較強勢嘅呢一個嘅醫療保健股咧，就係急升完之後咧，就係開始有回吐啊。即係其實可能你可以理解為就係話，即係醫療保健股同比較進取少少科技股咧，其實都係一個配對當科技股可能比較弱嘅時候，醫療保健股可能會比較強。但係當個科技股美國嗰邊科技股其實開始係向好咧，其實醫療保健股咧亦都係即係近期嘅高位當中咧係有啲回吐啦。咁除咗話醫療保健股之外啦，消費股喺美國感恩節假期之後咧，亦都咧就係有啲獲利回吐，因為佢恰恰咧就係話喺呢一個嘅感恩節假期之前咧係有大幅上升，咁翻嚟假期之後咧開始有啲人食糊咯。咁另外咧就係話即係美股方面其實就反彈以外啦，咁一啲即係比較當炒嘅，譬如話之前即係好多人睇嘅一啲稀土啊、核電啊呢啲嘅主題股咧，同步亦都開始見到出現反彈噶啦。不過都係提翻大家一點啦，即係如果你睇到近日嗰啲稀土啊或者核電股嘅表現啦，都會見到咧就係一啲比較大隻所謂即係嗰個即係喺個市佔率上面可能會比較大啊，同埋即係可能真係擁有獨特技術嘅一啲嘅公司啦。佢個股價咧喺今次嘅反彈裏邊咧，就表現得比較好。咁如果唔係話即係喺業內龍頭嘅公司咧，相對咧其實咧個表現亦都未必話有咁強，以及咧就後續嗰個嘅股價嘅波動性啊，同埋個風險咧，其實就會比較高一啲啦。好啦，跟住咧，我哋睇睇咧，就係即係下個禮拜，即係港股方面，或者今個禮拜今個禮拜同埋即係下個禮拜啦，港股方面咧，其實有啲乜嘢嘅關注點先？嗱，首先咧，我哋咧要睇下咧，就係話呢個中概股係咪繼續低迷啦？因為咧中概股其實都即係自從我諗即係阿里同埋美團業績之後咧，其實都低迷咗，我諗超過一個禮拜嘅時間㗎啦。咁北水咧，其實咧見到咧先前咧都幾多流入阿里啦，咁就撐高咗整體個北水嗰個資金流。但係咧，隨住阿里同埋美團公佈完業績啦，其實咧呢個禮拜咧嗰個北水嘅流入嘅額度咧已經係大幅減少咗。咁當北水流入減少，亦都即係好難話令到即係一啲中概科技股有好好嘅表現啊，因為即係有唔少嘅中概科技股，其實我諗而家市場上面比較多嘅買賣係嚟自北水未必話真係嚟自外資啦。咁所以即係當北水其實個情況冇乜改善，同埋即係內地啲科創板啊嗰樣嘢都仲係有個回落嘅情況咧，咁可能咧就係即係令到港股咧都會比較受壓。所以點解話即係要大家留意呢一樣嘢啦？就係如果中概科技股係反彈之餘亦都咧見到即係北水係同步流入嘅話咧，咁其實嗰個即係整體
港股後市嘅形勢咧就會比較好啲。咁但係如果做唔到嚇，中概科技股仍然都係弱啦，同埋即係北水其實都由一路即係早幾個禮拜個個禮拜。可能平均都每日買60-70億啦，去到今個禮拜嘅時候跌咗差唔多即係8-9成嘅話咧，咁就會問題可能就會比較大啦嚇。咁啊，即係對於港股可能年末嘅行程嘅時候就未必話太過利好。嗱，仲有就係即係美股可唔可以出現呢個12月行情啦？咁啊12月通常美股就表現比較強嘅，咁同埋即係頭先一開始嘅時候講到內地嘅一啲經濟數據其實都仲係比較差啦。咁究竟有冇即係多啲嘅政策憧憬喺呢段時間裏邊會出嚟咧？咁對於即係港股係咪可以喺技術位可以守穩？後市即係繼續一個橫行嘅格局係非常之重要嘅嚇。因為如果你連政策憧憬又冇，跟住然之後經濟數據又差咧，其實個港股就好難話即係喺後市去重返26000或者甚至去挑戰27000。咁但係如果嗰個即係北水嘅資金流有改善嘅話，其實個港股可以繼續喺高位係撐住咧，咁有機會等到去可能10月底啊或者1月嘅時候，有一啲資金可能喺年結之前做翻即係一啲重新配置嘅底下就可以即係見到有即係部分嘅股份可能會表現會好翻啲。咁但係呢段時間你會見到即係整體嗰個嘅中概科技股咧，仲係未走出咗個谷底住咯。工具嘅選擇方面啦。咁啊，大市咧呢個禮拜咧就係成交今日咧進一步下跌啦，咁所以咧預期咧市場嘅引伸波幅咧將會係持續下滑嘅。嗱，當呢個情況出現咗，即係成交今日跌啦，引伸波幅又跌啦，咁其實咧日內如果你係即係波幅下降咧，就好比較多機會咧出現一個即係單邊嘅悶局。所以單邊嘅悶局就係佢開出嚟係跌咧，就跌足全日基本上中途係冇乜反彈。又或者咧，佢開出嚟咧係升咧，又升足全日，中間咧係冇乜回調嘅。咁點解咧？因為即係當參與嘅人少咗，當一個趨勢出咗嚟咧，其實有時就可能喺當日會有一個比較壓倒性少少嘅趨勢會出現。咁如果你即係一見到升你又買跌，一見到跌又買升嘅話咧，就有機會喺10月份呢啲咁嘅日子咧，就可能俾佢夾足全日。咁你過市就可能有機會面對到一啲情況，未必話咁有利你啦。咁所以咧，一般12月咧，其實我就會建議咧，就係第一就係話即係減少去買入期權啦，或者認股證，因為個波幅就唔係咁利好即係相對嚟講，即係個波幅唔係你嘅支持者啦相反嚟講，可能係個敵人添。咁一路個波幅收窄嘅話，其實你就喺期權或者認股證上面可能會輸唔少嘅引伸波幅嘅嘅點子啦咁另外咧，亦都係咧，就係建議大家咧，可能少做翻一啲日內嘅反向操作。咩為之日內反向操作咧？就係個市低開，跟住然之後咧，你就急不及待覺得佢跌咗，然之後係咁買。就算個市係全日一路慢慢十級以下咧，你都 keep 住係咁買。呢啲我就視之為即係日內嘅反向操作。點解12月份難做好多咧？因為個對手少咗即係佢單邊沽落嚟，如果係即係個承接力唔夠，其實就好難去出現翻一個日內嘅反彈。咁其實正正就係即係去到年尾咧，嗰個市場嘅人少咗，就往往當日如果係即係沽盤比較多咧，就有時會比較壓倒性。又或者倒翻轉頭，即係買盤比較多嘅時候，亦都係出現咗比較壓倒性，係少咗話有唔同人有唔同意見令到即係個市場真係可能喺日內嘅某段時間可以出現到一啲波幅嘅情況咯。咁呢個即係第二點，我覺得大家都可以去諗當中個道理啦。咁第三就係話，即係我想講係12月份咧，其實咧就比較適合咧，大家咧就買賣正股啦同埋咧就係即係做一啲嘅持股嘅調整多於話即係好主動地去用好多衍生工具去出擊咯。係，因為即係個市況個走勢會比較飄忽少少啦，同埋就係即係如果你話即係用比較進取嘅衍生工具去出擊嘅話，咁就可能會面對到波幅細，所以唔夠位轉身或者即係波幅細到唔夠位轉身啦，即係 even 連衍生工具都好似可能即係未必有足夠嘅水位啦。或者就係轉到明明個正股係轉到身，但係因為啲衍生工具嘅引申波幅下跌啦，令到你有機會係要倒輸咯。
好啦，咁我哋咧就再睇埋咧，就係即係各個板塊嘅唔同嘅情況。咁啊，如果你話即係睇翻各個板塊唔同情況啦，睇之前我哋睇翻即係北水嗰個資金流啦，就呢個禮拜平均每日流入咧就係8.2億嘅啫，比上個禮拜嘅63.7億咧係大幅下降。主要原因咧就係咧就阿里同埋美團喺業績後啦，其實北水咧都係減慢咗流入兩隻嘅股份嘅。咁當即係剩翻落嚟嘅資金其實就可能就唔係咁多嘅情況底下啦，咁所以你見到北水淨流入嗰個嘅錢咧，其實咧喺過去禮拜咧就有所下跌，咁伴隨住亦都睇埋就係港股成交咧，其實咧都係逐步係回落咗咯。好啦，咁啊由於即係港股嘅成交回落啦，咁見到咧就內券股咧，其實咧年底都可能都會維持一個即係相對比較弱少少嘅一個走勢先。咁去到即係出年1月啊，大家即係對嗰個 A 股啊，或者對嗰個即係來年嗰個嘅各個股市個資金配置完成之後，先至有機會可能有下一浪，即係大家去睇下仲有冇機會即係即係 A 股嘅上行可以再帶動到呢類內險券股嘅表現咯。好啦，咁啊，內險股啦，咁 A 股嘅弱勢咧，就比較難去即係即係令到話即係內險股可以逆住個勢去做好。嗱，即係呢個就係整體你見到咧近期可能有唔少嘅內險股，譬如話國壽啊，譬如話呢一個嘅可能係中國太平啊，或者即係呢一個嘅太保啊呢啲股份，其實都曾經係有啲日子係有個比較大嘅升幅。但係咧，似乎咧都比較難去破翻近期嘅頂位，以及咧就係即係你會見到可能係財險類嘅股份，因為即係當中因為有人被即係中紀委去拉咗啦，咁有啲高層被中紀委拉咗啦，咁所以就影響咗即係整體嗰個內險股嘅表現咯。咁暫時無論內券又好，內險又好啦，似乎咧就喺 A 股即係都係喺過去1個兩個禮拜都係比較弱嘅情況底下啦，加埋嗰個成交似乎亦都係略為收縮啦，就未必話有機會話即係有一個太突出嘅表現住啦。好啦，咁跟住咧睇埋咧就醫藥股啦。嗱，醫藥股咧上個禮拜其實本身就叫做穩定翻落嚟嘅，但係今個禮拜咧又再有一啲嘅配股嘅動作啦。咁啊呢一個三生製藥咧就配股。咁三生製藥其實就作為內地唔少嘅大型嘅基金買生化股嘅生物醫藥股買生物醫藥股嘅一個即係必買嘅一隻嘅股份啦。咁喺呢一隻股份裏邊去即係配股咧，其實咧都會整體地影響到即係生物醫藥股方面整體嗰個板塊上面嗰個表現啦。咁變咗就可能大家都要等等，就睇下即係幾時即係三生製藥嗰個嘅走勢喺配股之後可以改善翻啦，先至有機會咧就利好翻即係整體嗰個即係醫藥股方面嘅喺年尾方面嗰個表現咯。好啦，跟住我哋睇埋就係汽車股啦。嗱，汽車股咧其實就即係整體表現都仲係繼續差嘅。咁啊，新能源汽車嘅負面嘅因素咧，上個禮拜都提過都有幾多比較負面嘅因素，譬如話即係原材料嘅價格上升啦，譬如話賣車嘅銷量都係比較差啦。咁呢啲情況其實咧，啱啱過去個禮拜嘅見到都係一路反映緊咧，即係燒車嘅數量比較差，咁亦都即係多咗好多人出嚟講話，即係個成本方面個因素會唔會令到即係佢哋個毛利受壓啦？所以成個板塊咧，似乎咧都仲未係話有太大嘅一個即係轉得由負面變得比較中性甚至去利好嘅情況，就暫時都仲係未見到咯。高息股啦，咁啊高息股咧，我哋睇到咧就呢個禮拜咧就係即係個別發展啦。個別發展咁有部分嘅股份咧，其實喺跌市當中咧，跌幅就相對比較細嘅嚇。咁呢個都反映翻咧，就係即係高息股喺10月份亦都可能即係作為一個即係年尾資產嘅重新配置嘅話，其實又再多翻啲資金去入場嚇。呢個係即係逐步過去呢幾個禮拜都見到呢個情況嘅嚇。咁能源同埋即係金屬嘅股啦，能源同埋金屬股、石油股咧就係受到油價波動啦，但係即係個價格有啲波動，但係整體嚟講咧，其實咧到喺呢一段咧都叫做跑贏咗港股市場嘅。資源類或者金屬類嘅股份咧，其實都受惠翻嗰個金屬嘅價格上升啦，但整體個表現咧就會比較波動。譬如話你睇翻即係可能係中國鋁業啊、中國宏橋啊呢啲股份咧，其實咧貼近翻年內嘅高位咧，嗰個日內嘅波動
性咧，其實都係大為增加。咁變咗即係如果你話即係部署呢類股份嘅話，可能個注碼上面佢要留意，同埋就即係一個即係可能嗰個相關嘅原材料價格係有些微嘅變動咧，對呢啲嘅金屬股嗰個股價咧，已經可能即時會有比較大嘅影響。咁啊呢啲即係如果譬如話大家即係買金屬股嘅時候，咁亦都要可能要多啲留意翻啦，日內即係啲金屬價格嗰個嘅變動嘅情況。好啦，科技股咁啊，科技股咧，其實咧喺阿里同埋即係美團業績之後咧，係似乎係失去咗個動力嘅。咁會唔會話即係去到12月下旬嘅時候，開始會有翻啲資金去入場去買翻啲科技股做來年嘅部署咧？我覺得個機率仍然都係高嘅，尤其是如果話即係12月上旬啲科技股都仲係比較疲弱啦，咁去到10月底可能有更多嘅政策嘅預期啦。咁就可能會逐步會見到咧，就多翻啲資金去留意翻呢個板塊。咁不過即係一日你未見到呢啲資金啦，你都可能話即係觀察住先睇翻咧，就係究竟幾時會開始咧，就係啲科技股嘅跌勢喘定，而逐步咧有翻啲資金咧就為來年作部署。機械人股啦，咁機械人股咧，其實咧近期隨住大市同埋即係隨住可能即係美股市場出現咗反彈之後咧，回復翻少少波動嘅走勢。咁如果你波動完之後，你會睇到咧，即係好多自駕或者係機械人嘅股份咧，資金咧開始真係揀翻一啲咧就係業績表現比較好嗰啲股份啦。嗱，如果你即係當下去仲係留意緊一啲可能係冇錢賺嘅或者即係距離一個轉虧為盈仲係好遠嗰啲股份咧，你會見到咧佢哋個喺今次嘅反彈當中咧表現係相對比較弱啦，甚至咧係穿過底嘅嚇。咁呢個亦都反映翻就係即係喺市場上邊，即係究竟資金覺得邊一個股份機械人股可能係日後嗰個市場上面贏家，而邊啲咧可能咧就係未必話即係咁快可以轉虧為盈，有機會仲要係要持續去燒錢風險比較大。咁嗰啲咧可能就會跌出咗資金嗰個嘅買入嘅對象，就令到佢哋嘅股價啦，可能係反而係一路喺年尾嘅時候進一步轉弱咯。好啦，咁今個禮拜咧，想講翻咩心法咧？就係如果即係你買咗一隻股份，佢業績之後咧表現疲弱咧，其實第一咧就係唔係太適宜去搏反彈嘅。就算嗰隻股份可能第二日係跌咗一個比較大嘅幅度咧，其實咧本身我都覺得咧就唔應該話即係以嗰隻股份為一個選擇，因為咧後續個變數會有幾多？有咩變數咧？就係可能佢跌完一日之後咧。其實咧，仍然會有一啲新嘅資金咧入場咧，就係做一啲沽空嘅盤。咁呢啲沽空嘅盤其實點樣係想做啲咩咧？當然第一就話即係沽空咗之後，希望低價就正股再跌嘅時候，低位先至回報啦。咁另一方面咧，亦都咧有一啲嘅資金咧，可能係做一啲嘅配對交易，即係話咧沽空 A 股份買翻 B 股份。咁如果 B 冇 A 跌得咁多，咁可能佢已經贏咗咯件事，因為佢可個利潤可以喺即係沽空 A 股份裏邊賺啦。咁唔需要話即係一定上升嘅市場去先可以賺錢。倒翻轉你話即係即係除咗話即係呢一個嘅配對交易之外，咁當然亦都會有啲資金可能話即係因為即係嗰個嘅好多券商可能調低咗嗰間公司嘅目標價啦，所以咧就會做一個直接沽空嘅一個嘅策略啦。咁咧，簡單嚟講咧，就係話咧，當個業績差，就會觸發咗唔同嘅人，係想透過佢股價疲弱啦，去做一啲即係投機嘅行為，譬如話配對交易，譬如話去直接沽空。咁變咗你話喺業績之後，明明佢業績唔好，純粹因為個股價跌咗3幾個 percent，你就衝入去咧，其實個風險咧係比較高，同埋咧往往就好容易輸錢嘅。嗱，我攞翻即係最近嘅例子俾大家睇咧，就係即係關於美團業績啦。美團業績咧，基本上全線地係差過預期㗎啦。咁當你見到差過預期，亦都同時咧，其實你見到咧嗰個沽空盤咧係持續高企咧，即係話中咗我頭先所講就係因為個業績唔好，其實咧券商又調低目標價喎，亦都有啲對沖基金啊，或者有啲即係做淡嘅資金咧係再新加入場咧，就去沽空隻股份。咁喺咁嘅情況底下就嗰個股份咧好難短期話有好大嘅彈幅啦，因為即係基本面唔配合啦，跟住再加埋就係即係技術面資金流嘅角度嚟講，係面對咗一個比較沉重嘅沽壓。嗱，呢個咧係一個即係沽空嘅數據，其實一般
嘅一啲即係報價交易系統咧，其實都有啲數據俾大家睇到嘅。咁就你睇到啦，即係美團啦，喺禮拜五公佈業績之後咧，其實咧嗰個沽空嘅比例咧，其實都係即係挨近翻2成左右嘅幅度。同埋咧，你可以留意翻咧，佢嗰個沽空嘅股數咧，連續係2日大增嘅嚇。業績之前嘅話，可能都係唔係話真係咁多啦。咁啊，雖然即係話你個比率上面係多，咁但係如果我哋睇實際嘅銀碼嚟講，業績後啊，因為實際銀碼其實即係真係落盤嘅賭注啦嚇。咁其實你會見到即係嗰個賣空嗰個股數咧係大增。咁會唔會話即係啲資金係做直接沽空咧？會唔會話呢啲資金係做一個配對交易咧？兩者都有可能，但係最終個結果就係美團個股價咧都會係即係受壓啦。咁咧嗱，我頭先即係呢度補充翻咧，就係話即係點解有啲人會喺業績之後會加大嘅沽空咧？就係好多券商咧，其實佢哋會喺業績之後咧，就為一個股份咧就係定一個目標價嚇。咁其實咧，你會睇到咧，就有唔少嘅行咧，喺尤其是外資啦嚇，咁啊喺美團公佈完績之後咧，就大幅調低個目標價。就算佢哋個評級上面冇太大嘅變動咧，佢大舉調低嘅目標價咧，亦都會令到咧就即係一啲基金覺得佢短期會係一個 underperform 啊，因為所有即係呢啲行嘅客戶可能睇完啲報告之後咧，都唔係太想買入嗰隻股份，令到嗰隻股份短期個股價咧就係走勢相對比較疲弱，咁所以就成為咗即係唔少嘅資金嘅一個沽空嘅對象。嗱，補充翻有啲朋友問我話點樣去辨識個沽空盤？點樣估到即係數據未出嚟之前已經知道嗰隻股份係好大嘅沽空咧？嗱，其實咧你可以睇到咧，就係話首先大家要了解翻沽空咧係唔可以直接沽落去買入價嗰度嘅，係需要排隊喺最佳嘅沽出價裏邊去排隊沽嘅。咁所以咧就係話你會見到咧，如果係即係執行沽空片咯，一般咧都唔會話人手交易，好多時候都已經係擺緊一個機器去交易㗎啦。咁個機器係交易咧，就會係當其時睇翻市場上邊最佳嗰個嘅沽出價咧，就當佢喺呢個最佳沽出價裏邊冇盤咧，佢就會慢慢加翻啲沽盤落去。咁你有時候你會見到話，誒點解個沽出價有人買咗，可能買完10萬股，又有人 review 翻，又有人補充翻10萬股落去，買完又有人補充翻10萬股落去啦。嗱，呢啲咧好大機會咧就係一個沽空盤嚟嘅。咁亦即係話咧，如果你見到一個咁嘅 pattern 係一俾人買完一輪之後，又即刻有人放翻多啲沽盤，一俾人買咗之後，又俾人放翻多啲沽盤，而且亦都係第一檔有呢個情況，第二三四檔又比較少呢個情況咧，往往就代表咗咧係有好大嘅沽空。你話點解個沽空者唔會擺喺第二三四五六七檔咧？就係因為其實佢哋都想攞一個比較好嘅價格嘅。咁如果突然間個市場急升咧，佢有好多個價位嘅股份俾人買咗咧，其實佢當日沽空個價格咧，可能就未必太靚。所以咧，一般嗰個慣常做法就係話，佢先做咗眼前而家見到個價位先，所以往往咧就會令到咧沽出價嘅第一檔咧，就會成日見到有好大量個沽盤，沽完又有人有人回補填補翻落去嘅一個嘅局面。好啦，咁啊一個過程嚟嘅，呢度連續3張圖大家可以睇下，先係出現咗第一檔，美團都係出現咗一個第一檔有比較大嘅沽盤，跟住其實都會有買家嘅，咁啊去到即係大家勢均力敵嘅情況底下咧，咁你會見到咧就係沽盤嗰邊127個沽盤已經有53萬幾股啦，咁但係買盤嗰邊差唔多成1000個 order 咧，先係得538000股，即係話咧買盤嗰邊好大機會就係一啲比較散嘅客戶，咁最終咧你會見到咧就係呢一個買入價咧就係被沽清，咁點樣沽清咧？可能你會見到突然間有啲大手嘅沽盤啦，因為即係除咗話有沽空嘅盤係要排喺度之外咧，其實有啲機構性投資者咧，佢哋係有貨，可能佢哋真係覺得個業績麻麻地嘅時候，佢哋都想清埋啲貨去啦。咁你就會見到佢哋沽唔到貨咧，就會直接去沽落個買入價嗰度，咁啊好快咧，你就會見到咧再個股價再落幾檔咧，又有一紮嘅沽空盤咧，就將嗰啲沽空嘅貨咧擺翻喺最近嘅沽出價嗰度噶啦。咁所以你大概你見到一個即係咁樣嘅局面，你就會知道咧，當日咧無論係沽空或者係有貨嘅人，其實咧沽呢隻勁股嗰個盤咧都沽得比較大咯。咁再配合埋我頭先前所講就係話，呢個股份啊，美團佢公布業績之後，
業績表現疲弱，咁亦都有沽空嘅情況，大增嘅情況出現，亦都即使嘅話，其實亦都見到有啲即係機構投資者亦都係沽貨啦。咁其實個結論就係、你入去搏反彈咧，個風險其實好高，而個值博率其實好低咯。嚇，尤其是如果大家去即係買衍生工具，你搏就可能即係搏到少少嘅幅度，但係搏唔到佢進一步下行，或者嗰日嗰個沽空盤係遠遠係即係大過個買入個動力好多嘅話咧，可能即係你搏就搏嗰兩三三毫子五毫子嘅變幅，但係一錯咗咧，可能咧即係個股價可以係即係一兩蚊、三兩蚊咁樣跌落去咧，其實就有少少得不償失嘅。咁啊，呢個想教翻大家就係點樣由睇完業績去到即係睇翻日後嗰個嘅盤路，然之後咧決定話即係短期究竟即係值唔值得去搏反彈啊？即係點樣去規避翻個風險啊咁樣咯嚇。咁啊今日咧我嗰個嘅內容咧就講到呢一度啦。咁啊希望咧呢段短片咧可以幫到大家。咁啊如果大家即係有任何問題可以即係留言俾我啦。咁亦都希望如果大家中意呢段片嘅朋友嘅話咧，可以俾翻個 like 我，咁我知道咧大家都中意呢方面嘅內容嘅話啦，咁日後亦都可以咧就係喺個內容裏邊做翻個調節。咁有對內容方面有啲乜嘢嘅意見嘅話，亦都可以留言俾我嘅。好啦，咁啊今個禮拜咧就多謝晒大家收睇啦，拜拜。